好啦，第14題啦，咁我哋就 mark 翻嗰啲咧 xy intercept 落去先啦。好啦，首先代 x 係0啦，咁代咗呢個0咧，其實 y 就係7/q 嚟嘅，咁 mark 翻低呢個就係7/q。好啦，咁相同原理啦，如果 y 係0咧，其實就會計到咧呢個嘅 x 咧就係0噶啦，咁呢個就係7/p啦，我 mark 低個7/p。嗱，咁你 mark 到呢個位咧，都差唔多做完噶咯喎。嗱，我比較個 y 先啦，呢個7/q 咧就高啲嘅，佢高過1嘅，咁所以咧7/q 咧就大過1咁樣啦。嗱，咁跟住下一步咧，其實個 q 要調過去變成噶嘛，咁當然呢個如果係正數同負數咧，佢個 sign 係會有唔同噶嘛，嗰個大過細個。不過呢個就唔使驚，因為咧7/q 係正數，咁所以我 make sure 咧其實 q 都係正嘅，咁所以呢個正數調過去咧乘就唔使轉嗰個嘅大過細個啦，咁所以 q 咧係細過7，咁所以 q 細過7咧，其實呢個嘅第2咧我就會打交叉啦，因為佢話 q 大過7咧就唔啱嘅啦。好，跟住下一個啦，就係 x 呢一度啦。咁7/p 咧就係細過1啦，因為佢靠近左邊多啲啊嘛。咁同樣啦，將個 p 調過去變成嗱 p 都係正數嚟嘅，因為整體係正數咧 p 都係正數。咁所以啦，就7細過 p，咁即係 p 大過7啦。咁所以第一條咧其實係啱嘅喎。好啦，1啱2錯，咁我都要睇埋第3啊，因為佢有2個答案都仲有機會嘅。好啦，第3就係呢一度啦。其實咧，我哋知道7/q 咧係大過1噶嘛。7/p 咧就細過1嘅喎，咁所以第3條咧其實就直接將呢兩個做比較啦。其實就係7/q 咧應該係大過7/p 嘅，一個大過1，一個細過1。嗱，咁最後做個交叉相乘，7p 就大過7q，咁當然都唔使轉啦 ，pq 都係正數。咁所以最後約埋個7咧 ，p 就係大過 q，咁所以佢話 q 大過 p 啊，咁3都係錯嘅喎。咁所以只有1啱咧，其實答案就會係 A 啦。